相信大家都知道咩係復仇者聯盟啦，但你哋又知唔知喺海底世界入邊有一個叫做修復者聯盟呢？呢個故事係由我哋嘅參加者伍曉燕、李榮新、余樹台、陳麗丹創作嘅，適合5至9歲嘅小朋友睇。作者希望透過呢個故事，讓小朋友識得點樣處理自己嘅情緒，而且可以睇到自己內在嘅能力，好好善用，就好似故事嘅主角咁。希望大家都會鍾意佢哋啦。喺一個浩瀚嘅大海入邊，有3種海洋嘅生物成立咗一個神秘嘅組織，叫做修復者聯盟。首先係雞泡魚，當佢有壓力嘅時候，整個身體就會膨脹起嚟，仲伸出毒刺，變身成為變形巨魚。然後係電鰻，當佢受驚嘅時候，就會成身充滿電，變身成為雷電神。最後就係墨魚啦，每當佢好嬲嘅時候，就會噴出黑色嘅墨汁，令自己成隻腳都黑漆漆，變成黑墨褲。從前佢哋都唔識得點樣處理自己嘅情緒，令大海入邊所有嘅海洋生物都驚咗佢哋，因為所有人都唔知佢哋幾時有情緒就變身，曾經都俾佢哋刺過啦、電過啦、噴黑過啦。所以而家只要大家見到佢哋，就會即刻避開。慢慢雞泡魚、電鰻同埋墨魚就只好3個自己走埋一齊。不過由於佢哋都唔識得處理自己嘅情緒，好多時候都會有互相傷害嘅情況發生。今日佢哋又互相傷害啦。咁啱海龜伯伯喺佢哋身邊游過，就制止咗佢哋。仲講起自己嘅故事，大家都覺得我充滿咗海洋嘅智慧，但係我靜靜話俾你哋聽啦，其實後生嗰陣時我都好怕醜噶，當知道要出去，我就好焦慮，將自己個頭啦、手啦、腳啦都塞入去硬硬嘅龜殼入邊，仲四處撞嚟撞去，人人都叫我龜甲奇俠噶。雞泡魚、電鰻同埋墨魚呢個時候，大家都互相對望，唔敢相信面前充滿智慧嘅海龜伯伯都曾經有佢嘅煩惱啊！海龜伯伯繼續講：其實我哋都係唔識得處理自己嘅情緒啫。當情緒累積爆發嘅時候，我哋嘅特殊能力就會出現噶啦。係就咁睇，就好似影響咗其他動物。不過我知道你哋係冇心咁做嘅。佢哋即刻點點頭啊，眼入邊充滿住淚水，因為海龜伯伯講中晒佢哋心入邊最大嘅委屈啊！我後嚟喺一艘人類嘅沉船入邊睇到一本養生秘笈，佢教識咗我點樣用呼吸將情緒釋放。海龜伯伯呢個時候，佢嘅手一下高一下低，教導大家點樣吸、呼、吸、呼。當你有情緒嘅時候，你就吸氣，將嗰一口氣送俾自己嘅身體，代表住你知道自己有情緒，亦都明白呢個情緒唔係你嘅問題嚟噶。然後呼氣，將情緒從嗰一口氣由身體中釋放出嚟。雞泡魚、電鰻、墨魚都跟住海龜伯伯認真咁樣練習吸、呼、吸、呼。練咗一陣間，大家都覺得舒服咗好多啊！臨走嘅時候，海龜伯伯就話啦：當你哋識得處理自己嘅情緒，就會識得善用自己嘅特殊能力，點樣去幫呢個海洋世界噶啦。雞泡魚、電鰻、墨魚真係由此之後好勤力咁樣練習呼吸大法。起初當然唔係每次有情緒都記得啦，但係一日一日嘅努力成長，雞泡魚而家遇到壓力嘅時候已經唔會即刻膨脹，電鰻驚嘅時候又唔會即刻放電，墨魚好嬲嘅時候都唔會即刻噴墨。佢哋嘅成長除咗可以處理自己嘅情緒之外，
更加重要就係喺過程入邊認識咗自己嘅特殊能力。雞泡魚見到同伴有危險嘅時候，就會啟動佢受壓嘅能力，用自己嘅身體同埋毒刺保護佢哋，變身成為變形巨魚。墨魚咧就將佢憤怒嘅能力變身成為黑墨褲，用佢獨有嘅時尚觸覺為海洋動物嘅身體噴出黑色嘅墨汁，創造出各式各樣獨一無二嘅造型。而電鰻呢，佢將原本受驚嘅能力變身成為雷電神啊！佢為海底世界提供電力，讓所有海洋生物可以喺漆黑嘅環境入邊都見到光明啊！從此之後，大家都叫佢哋做修復者聯盟。佢哋而家唔再孤獨啦，而且非常之受歡迎呢。一路走嚟，衷心感謝樂施會提供嘅培訓，以及社創基金嘅支持。亦都好感謝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以及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嘅幫助，讓我呢個期待已久嘅想法實現。接住落嚟，我哋都會陸續推出由家長創作嘅療癒故事，邀請大家 follow 我哋嘅 page， 並且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小朋友一齊收睇呢啲溫暖故事，陪伴大家嘅成長。